知道你离开我身边以后，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不止一次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能再爱你。可是我做不到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谁受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写下我迷失在无序的情节，等待你同我携手走来，岔路口你是爱情消散在雨中线索，隐藏着种种牵挂，我那个世界已无人的街，停在这一页。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梦妮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写下我迷失在无序的情节。儿子一晚上又没回来，昨晚是最后一场演出，今天又要走，和哥几个还不得喝一场啊？哟，儿子回来了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哟，你这脸上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儿，啊。怎么叫没事儿啊？老头子，我怎么看他脸上有被打的感觉呀？不会吧？他不是化妆演出吗？没卸妆，喝酒去了。你呀，行了，我去买早点去啊。好，你收拾收拾。
怎么了？这是大早上这么大火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吧。这不是在唯恐天下不乱吗？这件事情必须马上解决。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我在想，要不要起诉刘一鸣？不好，不好，那也要澄清一下事实吧。凭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啊？凭什么说我儿子挖墙脚啊？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给报社主编打个电话。这新闻是要负责任的。他们不会去医院骚扰志恒吧？那你赶快先去医院吧。啊，我这就去。儿子，志恒的伤怎么样了？我不太清楚啊。离走呢还有一段时间，走之前呢，到医院去看看志恒，给他当面赔礼道歉。男子汉，敢做，敢当。江儿，那个北京挺冷的吧？我们带的衣服够不够啊？没关系，现在是夏天，北京也很热。冬天呢？冬天挺冷的吧？那总得买一些衣服吧？啊，对，冬天是挺冷的，到时候得多买点些衣服。多买些衣服啊！哎，海州这个小地方待了那么久，还真是待够了。多注意休息，就可以恢复了啊！啊，王医生，莫总你来了，没什么吧？没什么问题，好好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了啊。那我们就不用住院观察了。是的，我们到厦门办出院手续吧。好。没什么问题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阿姨，一鸣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你说你和之恒……对不起，阿姨，今天我过来是跟您道歉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在那样的场合，我比之恒大，我应该更冷静一些。你和志恒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，我和你叔叔都把你当自己的孩子。我对不起您跟叔叔，希望您可以原谅我。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。你要走？啊？阿姨祝你一切顺利。阿姨，我可能有一阵子都回不来了，您和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一鸣啊，阿姨有句话，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也许会有一些过分。阿姨，您说。
阿姨希望你尽量少回来，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，如果一定要回来的话，最好低调些。我都懂。阿姨，我可不可以在走之前再看一眼志恒？我今天来是和你道歉的。你如果不方便说话，可以不说。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当时我不理智。和梦妮没有关系，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不要为难她。我会离开这里，从此以后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属于你的海州。站住！什么叫我的海州？你想听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就像如果今天住院的是我一定会住在旁边7、8个人的病房里面。甚至是在医院的走道里面打吊瓶，而不是这个单间。就像当初我想帮孟叔找一个好的疗养院，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好的床位，而你只需要一个电话。就像我毕业3年了，还在为了生活而跑龙套，你毕业3个月就可以当上一家公司的总经理。就像我之所以会放手，是因为你和你的家庭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，而我除了感情以外，一无所有。但是张志恒，我一点都不记得，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我不服气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离开海州去试试，完全靠你自己去试试。怎么了？张总，就是张总。对了，张总昨天晚上横刀夺爱，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动手打人了，结果被人家给打了。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咱张总平时可是很冷静的一个人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女孩，就叫梦妮的那个？原来跟刘一鸣谈恋爱，后来啊，看我们张总有钱，就跟刘一鸣掰了。我更倾向于他的说法，张总对孟妮儿早就有意思了。爸，
喝一口吧。哦，爸，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就喝一口。来。爸，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拉肚子了呢？得赶快好起来，好起来我可以到处带你转转。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志恒也不理我，他让我走。你要走？我不走，爸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要不咱们回家，就咱们2个人。回家，就咱们2个，还有你妈，还有你爸。爸，我为什么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？本来志恒和一鸣原来那么好的朋友，现在却因为我变成这样。我知道志恒对我好，我也想回报。可是一鸣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能力抵抗。他明天就要走了，我多想不顾一切的跟他一起走。可是爸爸怎么办？躺在床上的志恒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谁听过你爱过我，牵连太多的错，感情已太过，却反复上演错过的结果。我始终觉得你转变那场戏非常不合理。多长？37场，太快了。咱应该再少练。科长，刘一鸣到了。导演，我是刘一鸣。坐吧。哟，明哥，小刘，还认识我呀？河道等你可等急了啊！你今天要不拿着真本事，我脸上可挂不住啊！好了，阿明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啊，小刘，哎，这个画的这个部分呢，是你的台词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
上网呢？好吧。妈妈在楼下跟我发牢骚，我上来多会儿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，你们这一代人呐，没意思，生活太平淡，人生的道路又太狭窄。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年代，可是造就不出完美的人生啊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最艰苦，也是最有激情的年代，也懂得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所以，我现在总结出了一个道理：你不懂，这不能怪你，因为你没有时间去体验。什么道理？人生除了生死，没有什么大事。看似天大的事情，可是过几年再一看，小事一桩。如果放进历史的长河当中，那多少人的人生100%都是过眼云烟。忠奸善恶，是非功过，恩恩怨怨，多大点事儿？建国，我得下去了。你妈要知道我跟你说这些，非跟我拼命不可。哎呀，儿子，记住我说的那句话：所有的事情都要顺其自然。这个地方不疼几次，长不大。妈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上去吧。哎，非常不错。我觉得他这个骨子里有一种特别天然的东西，这很难得。不错，多谢阿明。一鸣过来了，非常不错啊！啊，这是一份演员聘用合同，你先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今天就签了吧。因为你是个新人，所以呢，酬金方面不会很高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这个价钱在圈子里是非常合理的。对，我没其他意思，就是这一次能跟明哥还有陈老师他们一起拍戏，我太兴奋了。行了，回去好好准备。如果拍摄顺利的话，欢迎加入何家班。傻小子，还不赶快谢谢何导？谢谢导演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吧啊。哎，阿明，这场戏啊，这个加一个人物嘛。寇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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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能抽你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抽啊！真的？真的？不是你真抽啊？不是你让我抽的吗？多好的机会呀！我马上就要和明哥还有陈老师这些一线顶级大腕合作了。对，就是你刘一鸣。演好了就能进何家班。没错。进何家班。
对，我终于可以进何家。叫我什么呀？真那么高兴啊？还行吧。是吗？那我跟我爸说去。哎，那我就再告诉你个消息，过几年呢，我爸就要退休了，所以整个何家班就应该由我来接管，还高兴吗？高兴啊！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我替你高兴了。说实在话，这2年你真的帮了我不少。如果有一天我刘一鸣真的可以帮到你，哥们儿，我在所不辞。表决心啊！先请我吃饭吧。行了。我要吃干锅牛蛙，去了海州这2个月吃不着喽。去哪儿？海州，你老家。快点，门口等你。大夫，我爸他怎么了？你爸爸现在出现心衰肺衰，我建议你马上给他转院，毕竟咱这是疗养院，设备有限。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？你爸爸老年痴呆症的病情发展的太快了，现在引起各脏器的衰竭，必须马上转院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跟我来吧，咱们去办公室。好。妈，今天没出去啊？啊，我就在家里批批文件。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想去看看孟妮。孟妮都已经表明态度了，你这样做还有意义吗？她这2天一直关机，我有点担心。儿子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个有理智的孩子，怎么遇到感情的事情就犯糊涂了呢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。人家都关机了，你再找上门去，这不就变成一种纠缠了吗？妈，好了，志恒，听妈的没错。
家乡的空气确实跟北京不一样啊！我这一下飞机，感觉呼吸都很顺畅。是啊，我们家这边啊属于海洋性气候，跟北京不太一样啊。同学，你混混表现嘛。哎，可可，你跟小刘是4年同学，关系看起来也不错，怎么从前从来没有推荐过人家呀？我跟他吧，我跟他就属于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忘于江湖，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。是孩子。嗯。待会儿你一定要跟清我。媒体消息这么快的，一定是冲咱们大班来的。这不还有您的吗？副导来了！哎，何导来了！哎，何导来了！您好，何导，您是第一次来海州拍戏吗？哦，海州原来也来过，不过是10多年以前，你们还都是孩子呢。啊，您的几位主演范长涛老师、宋小兰老师，还有吴大明老师，他们都在海州跟全程吗？可能不会，不过他们会在你们海州完成最主要的创作。哎，你们都是本地媒体吗？嗯，是的，何导，我们都是海州电视台的记者。海州电视台的，哎，你们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组的新人啊，他可是你们地地道道的海州人。小刘啊，刘一鸣。哎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刘一鸣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这个小刘在海州什么时候离开海州的？挺有人气啊。还行。老何，要不咱先回屋吧。谢幕之前之后，你们所有当事人集体表示沉默，能不能谈谈你们到底是谁横刀夺爱？回答一下吧。诸位媒体朋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哎，刘一鸣，你知道张之恒已经出院了吗？听说你曾经去医院看过他，你们之间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？还有，你和张之恒之间到底谁是第三者？对，回答一下。你说你这个同学刘一鸣还真是个风云人物啊！哎，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我吧也才刚刚知道，就在机场的时候他才跟我说的。可他跟我签约的时候可是一个字儿都没提。他那会儿净顾着激动了，哪还知道别的呀？就你能给你的同学打马虎眼？真的，您还不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反正我知道啊，你是最善于巧妙过滤信息的。还行。老何，你看吧，我是你亲闺女，我能帮着别人吗？你不管你帮谁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不多怨您？本来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让他到了海州之后低调低调再低调，看到媒体啊一定躲得远远的，不许乱说话，不许乱动。结果可好，您一到这儿就给他来个隆重推出。好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回海州了。这些媒体啊，我是没有精力跟他们打交道了。我只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咱们这个戏拍完。哎呀，也是刘一鸣这小子没福气。本来我是看着是你的同学，想推他一把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谁知道啊？只有让他自己自求多福吧。自求多福。现在自求多福的应该是我。希望他不会给咱们拍摄带来太多的麻烦吧。阿姨希望你尽量少回来。我都懂。喂，小杨，啊，请你去帮我查询一件事情。看这标题：罗密欧重返海州是挑战还是复仇？你看
这个感情问题说不清。要不说刘一鸣这个人不简单呢，你说何景天这么大的导演，居然请他过去演戏。我看这回啊，像是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啊。我看未必吧。这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在海州，即便是有大导演给他撑着，有张家给他镇着，我看呀也翻不出什么大浪。那可不一定。张总，张总，读报时间，继续。张总，张总，你好点了吗？小娜，谢谢你。前2天，我老爸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人生处死无大事。你能把这些事情看那么淡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我去给你倒点喝的吧。不用了，能陪我聊会儿吗？公司的员工好像很好奇。你不要听他们说的，他们那是闲的，等说够了就不会再提了。其实您可以说话。说什么？事实啊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是事实。事实就是……说吧。张总，如果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，你不要生气啊。事实就是，刘一鸣在梦妮最困难的时候撒手不管，是您接住了梦妮。现在那个刘一鸣回过神来，又来挖墙脚。最过分的还是那个梦妮，明明有一个浪漫的男朋友了，又想要一个深情贴心的，她怎么可以这么贪心呢？小娜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，但是我必须得说完。你什么地方都不比刘一鸣差，包括对梦妮的感情，你也付出的比刘一鸣多。就因为他会在台上表演罗密欧，而您不会，就要让你承受那么大的难堪吗？换做任何一个懂事的女孩子，这个戏她就根本不应该参与。好啊，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他为什么不跟刘一鸣走呢？现在刘一鸣再回来，是为了表示他对梦妮有多在乎吗？早干嘛去了呢？张总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讨厌过谁，可是我现在特别的讨厌梦妮跟刘一鸣。小娜，很多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能问你件事情吗？你觉得梦妮她爱过我吗？爱你才怪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你觉得她喜欢过我吗？很短的时间也算。我觉得他没有。那我在他眼里算什么呢？宝贝。一个可以满足他任何愿望的宝贝。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还有那么多的爱心和耐心。人家都在那跟旧情人排戏调情去了，你还在这车接车送。乔娜，你去忙吧。张总，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？没有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
婷儿，是你吗？一鸣哥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一直关机啊？你在海州吗？我在海州。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就好。我不想打扰到你的生活。孟叔怎么样了？我爸他挺好的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儿。妮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。是不是张志恒他们家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其实我回来想第一时间去看孟叔，但是我爸反而会添麻烦。再过一阵子，我一定会去看他。我好想他。那我先挂了。等一下，别再让我找不到你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不高兴啊？却走散了你我，是不是想家啦？哎，你们海州的记者挺专业的，对想要采访的人几乎是了如指掌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海州呢，就这么大个地儿。刚才在楼下跟记者闲扯了一会儿。听到你们仨好多八卦呀！
还真够闲啊！要不是跟你有关，我才懒得搭理呢。你说你现在跟莫妮什么关系啊？到底是破镜重圆了呢，还是擦身而过？张真恒又算什么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了，别再跟我提这事儿，再说的话就不是兄弟了。够狠！行，今儿我来呢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这2天剧组开始有些麻烦了，而且据我的直觉判断，这个麻烦可能因你而起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在剧组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这个剧组里面我除了你就认识何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自己也说了，海州就这么大，认识你的人可多了去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也只是猜测，还不能最后确定。但愿不是吧。何导，您看看这些衣服，按说都是厂家提供给咱们的，但现在来的样衣不是肥了就是瘦了，不是长了就是短了，这让演员怎么穿啊？你是让我帮你改衣服呀？啊，衣服不合适你找人换去，你找我干嘛呀？说了好几天了，这都没换回来呀。你找制片人去。那先走了，导。这件事情啊，我肯定不会去干预，而且我连问都不会问一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不要去干预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呀你？因为你的要求不合理。人家一个剧组来我们海州拍戏，已经通过正规的渠道和政府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，一切都合法合理。你让我怎么过问？少给我打官腔！婉梅，你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？为了儿子，我只能感情用事。可你这样做对儿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爸妈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刘一鸣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婉梅，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要瞒着儿子啊？我们不告诉他，他就不知道了吗？我知道，下午媒体到公司找过我。什么？记者都去公司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叫什么事儿吗？这叫我们一家3口在海州，那是行得正坐得端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。刘一鸣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说近期不会回来，绝不会给我们家造成困扰。结果呢？啊，扭头就回来了，而且是高调返场。可现在有问题的是刘一鸣，跟剧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可以找刘一鸣解决问题，可不能干涉人家剧组的正常工作吧？我现在跟那个刘一鸣说不着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人家剧组有正常的拍摄许可，你就不能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剧组如果在其他地方拍戏，是跟我没有关系。可是他在海州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这件事情不解决，我就让他过去。那你说究竟要怎么解决？我要让那个刘一鸣当众给志恒道歉，澄清事实。志恒，志恒，志恒。一鸣，哎，今天计划有变，怎么了？他们说网上拍的地方没电。嗨，咱组不是有发电车吗？发电车也不能发1个楼的电呢。你先忙着，我走了啊。
始终只是一个只会依靠父母和家庭的阿斗。喂，哪位啊？喂，您好，我找一下何导演。啊，你等一下，老何，外联直接。喂，怎么样？喂，何导演，我想跟您说一下，今天咱们这景拍不了了。我知道了，改拍室内，拍那个大宅子。大宅子也拍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人家自己家的亲戚要用那块地结婚呢。怎么又出现个结婚了？不都定金都付了吗？人家说定金可以退给咱们，但是就是不想让他们用那块地儿。当初你们是跟人家是怎么谈的呀？何导演，您别着急，我去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通知您，好吧？哎，拍什么拍？拍什么拍？定金不要钱，回北京。我跟他们谈。张志恒他们家是不是在海州特别有影响力？那就难怪了。我在想，剧组现在遇到的麻烦，是不是和他们家有关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他爸妈人特好。这不是人好人坏的问题。我问你，是不是那事儿出了以后，你没跟人家道歉？我道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就奇怪了。可可，这事儿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现在就是没什么想法。我只知道，我们组现在像一条搁浅的大鱼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把它解救出来。要不，你再去跟张家人谈一谈。你想啊，要是这事儿真的是冲你来的，到时候我爸和制片人迟早会知道，我们就被动了。行不行啊？让我再想一下。这是前几天的报纸，这应该是剧组被困的真正原因。据我所知，张家在当地不仅非常有声誉，更重要的是还非常的有人缘。你说这都什么破事儿？行了，你是制片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很简单，换人。刘一鸣一走，我相信啥事儿都没了。你说的简单，到现在我换谁去？找啊，从北京调人。好在刚开机，拍了没几场戏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插一句嘴，我觉得现在只是我们单方面的猜测，万一不是因为刘一鸣，岂不是白折腾了？现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宁可错杀。剧组在这待一天，就多一天的费用，咱们赔不起啊。其实我有一个主意，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刘一鸣而起，那么我们就让他自己去解决，至少也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说清楚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把他开了也不晚。第一，这需要几天时间，谁也不知道。第二，人家刘一鸣肯不肯呢？没试过怎么知道？我去跟他说。你可以去跟他说，不过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回答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从北京调人。老何，调人容易，要是想调合适的人可就难了。
要知道刘一鸣是从这么多人当中。可是不是我认了，我要对剧组负责，我要对投资人负责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明白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退出，我不演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又想当逃兵了是吧？你要逃到什么时候啊？永远都是这样，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就只会跳悬崖是吗？你就没有想过要迎着对手杀回去吗？我为你夸呢。我小的时候曾经想过，我可不可以将海浪挡回去？但是我试过，我发现就算我拍死了，我也挡不回去。我让你去拍海浪了吗？我让你去冲浪，冲浪的时候你是快乐的，海浪也是快乐的。我告诉你，何可可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人。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但是我没想过要拥有一个冲浪板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可能连海都没见过。你已经拥有了。行，我明白了。你要走是吧？请走，请便，带着你的自爱自怜走得远远的。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觉得我跟张之恒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生来比你要优越罢了。我告诉你，刘一鸣。我一直都很佩服你，我佩服你够独立、够坚强。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你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，遇到问题就只会躲避。你这样跟那个在父母怀抱里的张之恒有什么区别？今天晚上10点钟，如果我等不到你的电话，我就给你订回北京的机票。